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韓國鹽麵包，希望大家喜歡啦。材料就係咁簡單啦。加入咗牛油之後呢，我哋都需要預留一段時間等佢攪拌嘅。如果麵粉能夠形成薄膜咁樣嘅狀態，咁就可以預備發酵啦。取出麵粉之後，雙手沾啲油，跟住將麵粉由外至內不斷重複呢個動作，直至到粉團呢佢光滑。跟住我哋將容器呢就搽少少油，擺落容器嗰度呢就可以預備發酵。防止水分流失，我哋呢將保鮮紙呢就包住，預備暖水放入爐裏邊，直至到發酵2倍為止。如果粉團冇回彈，咁就發酵成功啦。台面輕輕灑上麵粉，排氣，跟住將麵團分割成10小份。當分割出嚟細小部分，我哋就放喺大粉團嘅入邊。分割完成之後，就將佢哋每一個形成一個小粉團。完成後鋪上保鮮紙，等佢靜止20分鐘。接住落嚟，我哋會預備10小份嘅牛油，每一份牛油我哋大概15個 gram。跟住呢，我哋將粉團慢慢搓到一邊成尖尖嘅狀態。完成咗之後呢，輕輕面頭灑少少麵粉，再鋪上保鮮紙靜止10分鐘。跟住我哋將麵粉輕輕壓平，將尖尖個部分慢慢向前拉長。記得喺最後發酵之前，預熱焗爐至210度。加咗牛油之後，就慢慢向前捲，跟住可以收埋旁邊個窿窿佢。完成晒之後，我哋喺面頭噴上水分，跟住鋪上保鮮紙，等佢最後一次發酵。發酵至1倍大，跟住之後我哋面頭再噴上少少水，撒上鹽，跟住就可以入焗爐焗㗎喇。鋪好鹽之後，我哋就可以放入預熱咗210度嘅焗爐裏邊焗佢20分鐘。哇！熱辣辣嘅韓國鹽麵包出到啦，係咪好想試呢？